坦白講啊，坦洲咧以後可能就唔係大家所認知嘅珠海後花園啦。喺今個月嘅11號啦，一個徹底改寫坦洲命運、影響未來10年發展嘅省級重磅消息咧，係正式官宣嘅。坦洲咧，佢係成功入選咗廣東省第一批小城市嘅試點啊！大家要知道全省咧僅咧佢係得20個名額嘅啫。咁成個中山咧有24個鎮區唯獨咧係單止坦洲一個鎮上榜嘅啫。咁呢個消息一出咧，直接係打破咗坦洲原有一個格局嘅。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呢個咧講句唔好聽，都係一個虛名嚟嘅啫，一個名頭。如果你咁諗嘅話咧，真係大錯特錯。咁呢樣嘢咧，佢係實打實省政府省級嘅一個重點扶持嘅一個政策嚟嘅。咁省級咧，佢係直接下放咗呢個權限啦，劃撥資金同埋保障土地指標，優先落地配套嘅。咁呢樣嘢咧，佢就唔係話求其改個名咁兒戲嘅事，佢係按照真正現代化嘅小城市一個標準重新規劃建設同埋管理坦洲嘅。咁簡單同大家講4樣嘢咧，就知道發生咩事噶啦。每一樣嘢咧都係事關坦洲嗰個未來同埋坦洲嘅樓價嘅。第一就係佢嘅審批權限咧係直接升級嘅。咁以後咧坦洲所起嘅學校、起醫院整路打通珠海同埋中山嘅斷頭路咧，就唔使話層層上報中山呢個審批噶啦。咁效率咧係直接翻倍嘅。咁而且中山同埋珠海一個同城化嘅發展咧係直接會加速嘅。第二，財政收入咧係可以自留，意思即係點咧？咁坦洲佢自己所揾嘅錢咧，大部分咧可以留翻俾本地使用嘅。咁包括佢嘅醫院學校公園市政配套同埋道路咧係全部全面升級迭代嘅，居住舒適度咧係直接提升一個檔次嘅。第三，土地嘅指標咧係省級優先保障嘅，意思即係點咧？坦洲有咗充足嘅連片嘅建設土地咧，徹底咧係承接珠海同埋澳門一啲外溢嘅產業同埋人口嘅。咁慢慢咧就會擺脫單純呢個珠海後花園一個標籤啦，變成咧有產業、有人流、有發展嘅獨立現代化嘅小城市嘅。咁第4樣嘢咧係官宣呢樣嘢咧，定位係直接拉高嘅。咁簡單講翻一句話咧，亦即係以前嘅坦洲咧係靠地理位置咧係借力發展嘅啫。咁依家個坦洲咧係手握省級重點一個重磅嘅政策嘅。咁佢係正式可以進入一個自主提速、爆發升級嘅黃金時期嘅。重點係咧，依家坦洲嘅樓價咧仲唔夠珠海嘅一半嘅啫，甚至乎有啲係1/3嘅。但係咧，佢嘅通勤係超級便利嘅。雖然話住喺坦洲，但係出門咧就係珠海噶啦，而且10零2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拱北口岸港珠澳大橋噶啦，性價比咧係直接拉滿嘅。咁講翻轉頭啦，現階段咧入手坦洲咧，其實同你喺珠海租屋係差唔多嘅啫。如果你想知道坦洲嗰個樓盤佢嘅真實成交底價同埋佢嘅核心優勢同埋劣勢短板喺邊度嘅話咧，評論區留言坦洲呢2個字，我將呢份攻略免費發送俾你哋。咁你哋覺得坦洲通過呢個省級發布嘅政策到底有冇未來咧？你哋係點睇坦洲嘅咧？評論區傾下。